現年94歲嘅香港資深藝人黃孝慧曾經喺2022年同丈夫移民美國，當時佢宣稱要喺美國養老，走完餘生。不過只係半年嘅時間，佢又返咗香港，自此之後就再冇離開香港。呢2年喺唔少公眾場合或者私人場合都可以見到佢嘅身影。黃孝慧喺香港嘅生活條件，或許並唔係外人所想嘅咁富貴，雖然佢並唔缺錢。但係喺現有嘅條件下，佢過嘅就係基層嘅生活，住喺僅160尺嘅過渡屋，每個月靠4000蚊嘅老人金過活。香港媒體對黃孝慧當下嘅生活進行咗報道，其實都算係黃孝慧自行爆料。佢帶住媒體參觀佢當下生活嘅地方，原來住嘅係過渡性嘅房屋。房屋嘅面積唔大，只有160尺，約合15平方米。房屋內睇落仲比較整潔。基本上冇乜家具，只有一個沙發、幾張凳，仲有床。另外仲有大包小包嘅公白藍膠帶。因為啱啱搬入，新居入伙，仲未嚟得及整理。黃孝慧自曝呢間屋申請咗5年先獲得批准搬入，雖然遠離市區，但好歹都有自己嘅屋企啦。黃孝慧自曝如今喺香港過嘅係基層生活，每個月收入有限。所以已經申請咗政府嘅老人金，每個月大概有4195蚊，再加上偶爾參加公開活動獲得酬勞，一個人生活都綽綽有餘。目前黃孝慧喺香港就係一個人生活，佢嘅老伴潘炳烈已經返咗美國生活。黃孝慧曾經為咗陪伴老伴潘炳烈而喺2022年去美國生活，喺當地生活咗半年，因為唔習慣，仲係覺得香港好。於是又返咗去香港，而潘炳烈中意喺美國生活，唔想喺香港長居，所以兩人如今就係分居兩地嘅狀態。而對於個人當下嘅生活狀態，黃孝慧並唔認為有幾慘。其實黃孝慧亦唔係嗰種孤苦伶仃、淒慘嘅老人家。佢喺社交平台上寫咗一篇文章，講述自己嘅呢一生，解釋咗當下嘅生活狀態。佢稱自己亦經歷過極端最艱難嘅日子，年輕嘅時候對愛情選擇嘅困惑與迷茫，中年喪偶嘅悲痛，年老時形象嘅大變。不過佢都走咗過嚟。提及當下嘅生活，佢表示唔想影響仔女嘅生活，所以冇選擇同佢哋同住，亦唔會主動問仔女要生活費，覺得冇必要，咁就自食其力，總係會苦盡甘來。呢個就係人生智慧。黃孝慧講嘅嗰3段慘烈嘅人生經歷，亦的確係咁。年輕時對愛情選擇困惑，嗰個係喺年輕嘅時候認識咗有婦之夫胡百全。喺明知對方有家室有仔女嘅情況下，佢仲同對方往來，只係因為愛，所以唔顧一切。之後兩人就展開咗同居生活，並且為對方生咗6個仔女。喺無名冇份嘅情況下，佢亦無所計較。人到中年喪偶，指嘅就係胡百全嘅離世，因為無名冇分，亦唔可能以胡家衛雙嘅身份參與後事，但係佢早就視對方為丈夫，所以難過不已。後來年老咗，容貌大變，即係大家今日所見嘅黃孝慧，成為好多人心目中嘅丑角，甚至遭到嘲諷、嘲笑，但佢亦挺咗過嚟，成為如今人見人愛嘅孝慧 BB。回頭嚟講，黃孝慧其實並唔窮，佢雖然住過渡屋，每個月要領取長者金過活，但係佢係有一大筆胡百全留低嘅資產，呢啲資產佢一直都冇動用。黃孝慧當年同胡百全一齊無名冇分，但係佢為對方生咗6個仔女，按照胡家嘅規定，只要係胡家嘅血脈，就可以從胡百全家族基金會中分到應有嘅錢。胡百全係富商，父親胡希堂亦係富商。曾經同河東做過內河運船運業務，留低咗豐厚嘅資產俾後代豐衣足食。按照黃孝慧喺1980年同胡百全簽訂嘅協議，黃孝慧係可以喺胡家嘅基金會中提取利息當家用。如果要分產，佢嘅仔女可以攞到2.3億，只不過多年來佢一直都冇動用呢啲錢。黃孝慧一直唔動用呢幾個億，一來係唔想招人話病，唔想令外界覺得佢同胡百全一齊係為咗錢；二來提取呢啲錢需要辦理好多手續，佢覺得麻煩。
不過如今黃孝惠已經啟動提取呢啲剪嘅手續啦，並且申請咗法援，理由好簡單，唔係因為佢需要剪，而係佢年紀大咗，佢要為仔女考慮，本來呢啲剪就係仔女應得嘅。又係一年萬聖節，喺香港中意熱鬧嘅名人名媛都會喬裝打扮一番，聚集喺香港蘭桂坊，應景地慶祝呢一個屬於西方嘅鬼節。而喺萬聖節呢一日，喺蘭桂坊總會有一個焦點人物令好多人關注，呢個人正正就係資深藝人黃孝惠。黃孝惠喺過去嘅萬聖節都會別出心裁咁打扮一番，帶嚟令人驚艷嘅古人造型，呢個就同佢每年大年32生肖嘅造型搶頭香一樣，成為咗經典，成為一道風景線。而喺2024年嘅萬聖節，黃孝惠亦現身咗，不過今年更特別一點，喺現身人群之前，佢喺蘭桂坊席開六台，同親友提前慶祝94歲生日。黃孝惠慶祝94歲生日嘅時候，正好係萬聖節呢一日，佢係有備而嚟嘅，因為喺慶祝咗生日之後，仲要出去遊街，所以設計咗一個好特別嘅造型。同過往萬聖節都以古人造型露臉唔同嘅係，今年佢以青蛇妖造型示人。黃孝惠嘅呢一身青蛇打扮怪異得嚟都幾可愛，設計可謂係相當精緻，一身青蛇紋路嘅衫喺身，胸部至腹部嘅位置仲設計成蛇腹嘅樣子，頭上仲戴咗蛇頭帽，喺頸部仲纏繞咗一條青蛇，總之一身都係蛇。而到場出席宴會嘅賓客打扮亦十分應景，雖然冇全部化身成蛇，但係大部分都應景做咗萬聖節嘅打扮。眾人出嚟示眾嘅時候都係大花臉，古靈精怪嘅造型，所以呢場生日會亦真係別開生面。有意思嘅係，出席黃孝惠生日宴嘅都係一啲老牌藝人，好似魏秋華、徐寶鳳、劉錫賢等等，佢哋會應景咁化妝出席，真係相當俾面子。場內嘅生日宴以中式進行，擺咗六台，人數有數十人之多，場面熱鬧。黃孝惠即將94歲啦，依然生龍活虎，精力充沛。佢中意熱鬧，所以總係會以唔同嘅名目嚟舉辦聚會。生日宴係年度重頭戲之一，本該兒孫滿堂一齊慶祝。不過黃孝惠同先夫所生嘅6個仔女幾乎都喺國外，孫兒、曾孫亦都係咁。幸得丈夫喺香港，但冇喺現場見到丈夫嘅身影。按照慣例，喺食完飯之後，仲要舉辦切蛋糕儀式。生日蛋糕唔華麗，亦唔大，就係尋常嘅4方形水果蛋糕。黃孝惠一身蛇造型嘅裝扮喺眾人嘅包圍下切蛋糕，呢個生日宴亦算係完美啦。生日宴結束咗，活動仲未結束，正值萬聖節嘅夜晚，主打群魔出動。黃孝惠呢一身打扮本就係為咗萬聖節而嚟，又點可能唔現身？松酒樓走出嚟，蘭桂坊已經做咗防護工作，現場有警察維持秩序，喺馬路中央用鐵欄阻擋咗起嚟，人流只可以朝住一個方向走動。黃孝惠同賓客企喺空曠嘅馬路上望住對面嘅人群，佢亦只能隔住一條馬路同對面圍觀嘅人群打招呼，而人群亦對住佢歡呼，可見黃孝惠仍然深得市民嘅喜愛。黃孝惠喺香港深受民眾嘅喜愛，唔單止因為佢中意以搞怪嘅造型示人，亦因為佢好親善、親和力十足，經常往來於民眾之中，同好多人心目中嗰啲高高在上、可望不可即嘅明星唔同。之前亦提及過往每一年嘅萬聖節，喺香港蘭桂坊街頭一定可以捕捉到佢嘅身影，佢會扮演古人同街頭市民合照，繼而成為獨特嘅景觀。比如喺2013年，佢飾演咗驚悚四美人；2015年飾演咗武則天；2016年飾演咗紅娘；2017年飾演咗觀音；2018年飾演咗長平公主。武則天同觀音成為咗經典中嘅經典。萬聖節現身係黃孝惠繼大年30搶頭香之後，每一年最受民眾期待嘅活動之一。不過由2019年開始，黃孝惠就冇再現身蘭桂坊。2019年係因為佢稱每次出現都引發眾人圍觀，製造咗好多麻煩，造成咗不良影響，所以要改變，暫緩一下。
估唔到之後就係疫情幾年，群聚活動都被取消，再後來就係黃孝惠移民美國生活，直到2024年初返嚟咗香港，呢個先有咗時隔5年後佢喺萬聖節現身蘭桂坊嘅場面。黃孝惠仲係一如既往咁搶鏡，別出心裁嘅造型瞬間成為咗眾人嘅焦點，佢一臉開心同興奮，路人都係咁。不過黃孝惠亦終究老咗，沿路行嚟都需要人攙扶，唔係佢唔善行走，而係大家怕佢有一個狼瘡就唔好啦。感慨嘅係咁嘅景象，亦只可以睇一年係一年，而且睇仲珍惜。